大家好，大家有冇試過明明知道自己唔開心，但係又唔知道應該點去處理？又或者大家知唔知道原來有38種嘅花係可以對應38種唔同嘅情緒嘅需要，係能夠幫助你處理情緒唔平衡嘅狀態嘅呢？大家想唔想去了解下究竟係邊38種嘅花？又或者大家想唔想去學習點去運用呢38種嘅花去幫助自己呢？究竟呢種係乜嘢嘅療癒方法嚟嘅呢？點解可以咁有效？而喺英國一直咁用咗接近100年嘅呢種方法。嗱，首先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嗱，當你感到焦慮啦、失落啦、缺乏信心啦，心裏面硬是有啲嘢放唔低啦，甚至乎係明明知道自己好唔開心，但係又唔知佢點去處理嘅時候，你通常會點做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照顧自己嘅身體，但係我哋未必知道，原來情緒同埋內在嘅狀態都係需要被睇到，同埋被理解，同埋被照顧嘅。而花精療癒方法就係一種非常之溫和、簡單同埋有趣嘅方法，去幫助我哋重新咁認識我哋自己。咁到底乜嘢係花精療癒方法呢？花精療法 （Flower Essence Therapy） 係一種運用植物同埋花朵嘅正向能量特質，去協助我哋平衡我哋嘅情緒，提升我哋自我嘅覺察能力，同埋支持我哋身心靈整體健康嘅非入侵性輔助性療法。咁而我自己覺得花精其中一個最有價值嘅地方就係花精唔單單只係一瓶瓶嘅精華咁簡單，而係一面令到我哋能夠重新認識我哋自己嘅鏡。嗱，咁點解有啲人總係會缺乏自信？點解有啲人硬是會好容易擔心人哋，擔心自己？又或者點解有啲人明明已經係好攰，但係仍然唔俾自己去休息，唔俾自己停低？又點解有啲人有啲過去咗嘅事情，經過咗好多年，仍然係冇辦法真正放低呢？嗱，當你開始去學習花精嘅時候，你其實就已經開始去學習觀察自己嘅情緒、性格嘅模式，同埋自己內在真正嘅需要啦。所以我哋就由 Bach Flower Remedies 巴哈花精開始。嗱，我哋花精靈學院 Flower Spirit Academy 通過咗英國 CMA 英國輔助醫療協會嘅課程認證，能夠正式開辦 CMA 認證嘅花精及能量精華療法基礎證書課程。嗱，我哋係會由現代嘅花精療法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基礎系統 Bach Flower Remedies 巴哈花精開始去學習。咁 Bach Flower Remedies 巴哈花精又係咩嚟嘅呢？嗱，巴哈醫生 Dr. Edward Bach 喺上個世紀建立咗一套由38種花精組成嘅完整嘅療癒系統，而每一種嘅花精都對應咗唔同嘅情緒同埋性格嘅特質嘅，例如恐懼焦慮失去信心失望過度擔心其他人好難咁放低過去，又或者係經歷一啲情緒衝擊等等。咁所以喺課程入邊，我哋唔單純係要求大家去背誦38種花精咁簡單。嗱，我更希望你能夠真正去學識點樣去觀察一個人，點樣去理解情緒，點樣去從情緒嘅背後發現真正需要處理嘅問題。嗱，咁究竟乜嘢係 CMA 認證呢？嗱，CMA 係 The Complementary Medical Association 英國輔助醫療協會，係一個超過30年歷史，致力推動輔助同埋整合醫療行業嘅專業發展嘅認證機構嚟㗎。咁我哋嘅基礎課程又會學啲乜嘢嘢呢？嗱，我會由零開始，
同大家認識花精療法嘅歷史啦、基本嘅原理啦、能量醫學嘅概念啦，同埋38種嘅花精嘅特質同埋應用方法。咁你亦都會學識咗花精嘅正確嘅使用嘅方法啦、選擇嘅方法啦、調配嘅技巧啦，同埋一啲注意嘅事項等等嘅。我哋亦都會透過一啲日常生活嘅情況，譬如好似你如果有焦慮啊、失眠啊、缺乏信心啊、失望又或者情緒創傷等等啦。咁我哋會學識點樣去分析一個人嘅情緒嘅需要啦，同埋再選擇一啲合適嘅花精去幫助佢哋啦，或者幫助自己啦。咁但我覺得學習花精最重要嘅係咩呢？係你一定要有親身嘅體驗。所以每一位同學咧都會為自己調配一樽個人嘅花精配方，同時咧係進行3星期嘅個人體驗同埋實習嘅。咁嗱，而線上課程嘅同學咧所需要嘅花精服用瓶係會由英國直接寄出嘅。咁嗱，我希望大家唔單止係知道花精，而係真正咁透過自己嘅經歷去理解花精、學習花精嘅。嗱，咁所以呢一個課程咧，唔單單係一個興趣班咁簡單，亦都可以係成為一個專業嘅開始嘅。嗱，因為今次嘅課程咧係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特色係咩咧？因為課程係獲得咗英國 CMA 嘅 Complementary Medical Association 專業嘅認證嚟噶嘛，同埋課程同時亦都按照咗英國嘅 BFVEA 英國花精及能量精華協會 British Flower and Vibrational Essences Association 嘅花精及能量精華專業嘅培訓方向而設計嘅。咁完成咗課程並且通過咗考試之後，你會獲得國際嘅資歷，即係 CMA 認證嘅基礎證書。嗱，所以如果你純粹希望學習花精作為你自我照顧啦、個人成長啦，又或者係幫助屋企人啦，咁呢一個課程已經可以幫助你建立一個非常之完整嘅基礎噶啦。但係如果你希望將來成為一位專業嘅花精及能量精華療癒師，去幫助其他人，又或者係成為自己嘅職業嘅話，咁呢一個課程亦都係你專業學習旅程嘅第一步。因為呢一個基礎證書課程，同時係我哋完整 BFVEA 國際花精及能量精華高級療癒師專業文憑課程嘅 Level 1嘅部分課程內容嚟嘅，所以你可以先從基礎開始去感受一下自己係咪真正喜歡呢一種嘅花精療法，再決定係咪繼續向專業嘅療癒師方向去進修。嗱，咁點解我一直都咁中意去教花精呢？嗱，因為我覺得花精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唔係要你依賴一個療癒師，係相反，佢係慢慢咁教識你點樣去覺察自己、理解自己，同埋重新連結你自己。而一位真正嘅花療師，唔係代替個案去解決人生嘅所有嘅問題。我係更加中意點去形容呢？花療師係一個嚮導，我哋陪伴一個人去睇到自己嘅情緒，理解自己內在究竟發生緊乜嘢，再透過花精嘅支持陪伴佢經歷屬於自己嘅一個轉化嘅過程。呢個亦係我希望學生最終能夠學習到嘅花療嘅精神嚟㗎。同埋咧，我哋嘅學習唔會係喺課堂完結咗之後就完結㗎。當我哋呢個基礎課程完結咗之後，我哋仲會開放專業嘅網上學習平台俾大家，同學係可以冇時限咁樣重溫課程嘅影片，慢慢咁複習翻呢38種嘅花精嘅應用。同時，我哋亦都設有WhatsApp group 啊，或者係群聊嘅 group 啊，同埋 email 嘅學習支援等等，等大家能夠喺課後仍然能夠實習，又或者係運用花精期間有啲咩問題，都可以繼續交流嘅。完成咗呢個基礎課程之後，如果你希望進一步走向更專業，我哋亦都有完整嘅 BFVEA 花精及能量精華專業嘅文憑課程嘅進修嘅路線俾大家嘅。咁所以我最後想邀請大家，如果你一直
對花精又或者植物療愈，或者係自然療法，或者一種能量療愈係有興趣，如果你希望學識一套簡單溫和，可以長期運用喺自己，幫助自己同埋幫助屋企人嘅身心靈照顧嘅方法，又或者你心裏邊一直有一個嘅諗法，有一個念頭，或者有一日我真係可以成為一位幫助到好多人嘅花療師，將花療作為一種專業或者係將來嘅職業，咁我都好歡迎你由呢一個課程開始。無論你選擇現場面授，又或者係線上嘅課程，我都會一步步咁帶領大家，由認識38種嘅花精開始，進入花精及能量精華療愈嘅世界。嗱，由認識一朵花開始，去認識你自己；由療愈自己開始，去學習點樣去陪伴其他人。我係 Arona 天心老師，係 BFVEA 英國花精及能量精華協會嘅高級花療師兼導師，同時亦都係 IFA 芳療師兼導師，亦都係一位ICRT 持證嘅 LRMT 靈氣大師級嘅導師，更係一位身心靈能量療愈師。我喺度期望，應該係期待喺課堂裏邊同大家一齊咁展開呢一段花精療愈嘅旅程，希望能夠喺課堂裏邊見到大家。多謝。